干爷那么好。睡嘛？阿姨，我洗澡。睡嘛？阿姨，我洗澡。阿姨，他公过来。对没？啊，我这里俺小个姐，现在公司俺小个姐过来，我得再我就把电话接的电话找不着。其实那钱数，看起来好没准。哎呦，哎呀，等俺现在盘着干个单脚，等俺给我办几个，我得要么。Silicone çok çizik gacire. Doğru. Jansu. Jansu. Hey. Ah. Nasıl da şey koy. Sakta çok koçunda çim burada. Şuraya. Kapat. Çok saçma. Itu kado di semua saja yo. Ando lama dia. Kami sedikit. 저기 나 로이 들으시고 만들어 마디요. 네. 뭐야? Abang mau hidup lagi kena jual. Lagi jual tu. Lagi terang kata sampai nak cuci hina. Aita. 다 정말 너무 매일 입자는 치신이 자질이다. 자, lagi ni.
라긴 치송이. 라긴 다른 니마 가게 치송 거다. 이제 내년에 송송다. 띵에겐 루치베레. 네. 다시. 中山连接给车给到这个。 先进去喝茶吧。我就不进去了。人已经走了，不要太难过，保重身体。那么定掉个。你阿妈家低保户的事情，村里已经定下来了，你任何时候来签个字儿就行。谢谢。那我先走了。우드 줘야 되는. 봉보대 손에 니마 썸터리로 다 대차대고 그다 होला 당이 지단세 때요 요된 힐론다는 노본드리다 다나라 토달레 자니마 치바 니르고 까마 만돌 단다 토순들다 도투칼티 로티로 마다 나서 다 전도시나 다래 다 론 톰보 자른 톰보 테니 인돈라 짱체 단다 간담라 직도 베베자는 틴직사 리세멘다 나서 저는 로드 도저 게임해 줘 가리나. 당가서 보고 시설라 뛰나 결로 온다리에서도 때 많이 박은 겨와 그래서 오늘 자나 사고 살마도 시도 오달레레 아야 다 제거로 야모마데 파다 당한 로고 요마 kokpanu chinde yono tande dangar dollar kokani 열와 공나 삼사런 조벌 전도자 예는 도모 원근
杨杰引来江左这根节家外东杰永给了左杰，有人去把当杰打开东面多当班吃完当班，年当的祖辈东就当满面就当都不当班，家外的大当年就把见到他当班当在正就，什么喷马的人娘把当过把几把人把本就滚，家外的大老人就把接受把看那拉米家姐。家外当街拉洋没算不就拉得不多大，家外公拉三次人就把见多家也等多么稳根，六等啊等得给一节将对吧大概几把钱钱，其他等街大概说说下次去家外公当三节，大家能当老等么老等着外公就说那个来，看街引来将做这公街家外公街用给了做，家外几把当街大概。Sula dai mola mormi azo bai nazi de je kujela yo badamba lumba loe se jamba ma sigela da gandu没。아코르 치치즈고 저 롬보 드랩트 롤론 드랩트 처음엔 전을 말해서 거라 저 롬보 드랩트 나 로파 초마 그래티 제르 마시 드랩트 대 라마토니 치시디 라마토니 오 드랩트 진사서 sai zo ta ta tare ta je ta da ni za za da ne kare mai ta kan zai ya ke ba ta ne oya ka ta mo ta to ni rolo ta mo ne
啊，等这把大卡扎文中不那个你。Dare di dare son, d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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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dare son. 小胖，你开完会了吗？何少文？开完了，写那个会议记录呢。你知道吗？现在村里到处流传闹僵尸。闹僵尸？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还不清楚，现在要不要报警？先不要报警吧。上次咱们村流传闹鬼火，结果警察一来，发现是个误会。这次肯定又是个误会吧？那现在怎么办？ 你先安抚一下村民，我这边收拾一下，马上回去。明天早上咱们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的。不好了，都说尸体回来了，在马内队那里。什么？快点走吧。那绕路了，真日路、长路、八路、南路，就跟着摇。南路真在啥里？长路、日路、八路上面摆的啥了？ 我给他中央过去走的。怎么回事？昨天去埋葬尸体的村民看见尸体跑了，今天早上尸体就在那儿。小胖，过去看一眼。女的不能靠近。 在那天，旺队骑车回村，跟我们去德记妈妈家之前，我看见扎巴喝多了酒，骑着摩托车去山下，在路上，这都三个小瘸子啊！你可能见你干啥说的中间人？这真是你看到的吗？这是我推测的，但肯定8、9不离十。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光猜测也没用，咱们先去找旺堆，看他怎么说。走吧。那完了，俺都罗龙去怎么了？这长得什么什么会见了？哦，那他这丫头也是打仗嘛，那什么那个对吧？什么？ 旺队，你带着这么多干粮去哪里？给德基妈妈送饭去。是你把扎巴推下去的吧？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情敌死了呀？什么意思啊？干啥？你想干啥？你先去送饭吧，一会儿我们过来找你。怎么回事？怎么还打上了呢？ 这小子不承认，现在怎么办？他逃跑了怎么办呀？要不咱们现在去悬崖下面看看？去就去吧。
下错，我们准备去悬崖下面看看。你们谁对路况比较熟啊？这个牧民扎西比较熟，他在里面，我去叫他。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做翻译好吗？好的。他比较熟。看着我听。哦，这你们扎些的了，听着我听。扎些。咱们一起下去吧。哎，那边有些东西。尸体是光着掉下去的，这些应该是村民的。应该是村民的。我先去问问，是不是村里人丢的衣服？好嘞，谢谢啊，没事。对。巴桑夫人，除了你们家，我都询问过了。今天谁不在家，跟我说一下，我好登记。你看，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给巴桑打电话，他不接。要不您给他打，他不会不接吧？那当然，不接电话他就死定了。给不，快点！快点的，冲着那的米西下司机，老马要那快死小的，快点！说是在开会。哎，好嘞。哎，今天打搅您了。哎呀，杨木啊，给。好嘞，好嘞。他要不开的嘞？他等这嘛一劲儿搞了，甚至才快夹的死。他要不开，是的。哎呦！大概第四年了，主席。我的第四年去。不过前头啊是呢，安逸过。安逸。安逸过。安逸去。哎呀。呀，大年就可把大用啊！哎呀。对，着急了。好，着急。哎呀。哦。行。空包个地面。哎呀。我天都。哎呀。呀，打出去。哎呀，杨毛二哥。哎呀，杨毛。对，光打这封信过。呀。哎呀，这两个。对。
红队在说的，赶紧说。真的是有个天天喊我们上来。这里你妈这里这边的现在跟同样面对，养口现在头发啥颜色的，那个不晓得。后面你们就盯着金马了不？他看着帮他的什么？当老早的个怎么着？你们都喊他sau死个，当然让个你出去再带着去。啥你要装扮能做过呢？都跟抢干嘛？这就能干嘛的？喂，我这边有个，不过等那路线看就是2多了啊。俺的名字没来，我就把这说呀，家里人们说，他是把我们学走的就，是你妈说真的就我们了。我做老早这个可对做呢，第几团还这样嘛的？红队，那这里马主的第几了啊？我到多子下是给你的下是，马上引进面积排外墙小楼了。哎呀。喂。开始你们啷个？拿到第几住面了？他的地址马大。我的第几搞的是啥名吧？今年的嘞。王姐，你知道？你可是年叫那个俺年就，这个手机3岁，爹，我请他这么多，你猜对不对？多阿姐，你怎么说？阿姐，他这个西门王当的，全部都搁在西门王不？哎，走。对，来。这是的。喂，看他爹说的真是嘛对的。那是古代我，你俺这里有的。亲啊爹！我这他让来的纪念名的啊，让给这他给在家那这个证件，大娃这个那的挺高标准的。没现在单的几座地的，俺你说的呢，两个把搞过来的哇。俺的儿子，让妹子去来个的车这点呗。来的钱吧还得要，没现在俺这送把金牛买办嘛的。啊？你妈让你俺看着吧，俺铺上面这个，让俺那铺上去呗。这那么了的是我看这超简单的，让铺上家哎。兄弟呗，呀，别学的。那个老早了吧？俺这干的的，有学。没现在让单的超简单的人，俺是吃的。我吃的，俺叔阿姐呀，送家就吃的嘛。我查过来的，哪里好说？问题，超第几辆我是嘛对不？这把个第几卡路怎么整的？第几个gachi要超的超起个，超到了口水啥了？你想呢？弟弟是个连马他们同不学这些，村里那谈都说都错死，你们这个我才别动的手。这下，他们让我妈的，他们让俺想嘛的，俺儿子那顶出去。走吧。哎。到了，从这家队来跟干嘛来说？送你一斤米酒，同志呀，攞过来的货。这3年能够跟人听把讲，刚才他们的，给爸爸去接。对。来，姑娘们，你们今天把我的大哥陪好，你们的小费不会少的啊。哎，谢谢哥，来姐妹们，敬哥哥一个，2个，对不起。哎，怎么了？来。
这天差不多用的啥？没事。从最哪里从速度，从头才能俺可都老中了。俺中了。咱先跑去，要了是，没事，大家大哥，等要么就专门少借用啊，少借用啊，我满意。要，我总来个地址有，但你就你要啰嗦。这个你地址可对是着，我这等也就可不单。我呀，这俺呀拿去着，对，300来个，对，我呀，对，你要当个了，走，呀。我回来喽。大老板回来了。哎。坐吧。哦，我不走。关于低保户的事儿，小花，你过来一下。哎，我买了个新手机，你看这怎么用？哎，对，你给我设个密码。好嘞。设置什么密码？698。698。哎，好的。巴老板，这就是摄像。哦，看。哦，这个像素不错。哇！巴老板，哎，村里低保户的事情，跟往年办就一样呗。巴桑，这样不太好吧？有啥子不好嘛？这个时候我说了算。第6，加强作风建设，官僚。据群众反映，咱们村往年的低保户家庭条件都还很不错，大部分都是您的亲戚啊。昨天村里开会落实低保户新政策，你们家不在。往年的低保户啊，那你们准备哪几家列入那个低保户啊？昨天村里和每户的村民家庭开了会，大家一致认为央金家、平措家还有德基的妈妈家这3家是最困难的。其中德基拉姆的妈妈家是村里条件最差的困难户。对，德基拉姆家一定要列入低保户。这些低保户呢，我去通知。这没关系，我们可以通知。我去。好几天没回家了，我先回家一趟。好。哎。呀，上马去搜一下哟。
都俺啷的了那个。哎，你们给我听着买进我菜。是我这就中给那么的，哎，按照我要。听着买进的。喂，吃的是个paroi saji，就三家的嘞。哦呀，这得就写这个，他可是我年的嘛个，等哪口都做啊，我老少在哦。哦呀。你要咋的？我这水桶的。阿拉你懂没？哈罗啥就有什么？全给阿拉水桶噻啊！哼，有什么？呀，可是这吧，是老主机。应该，咱慢慢慢，我这个让我们干啥？就这个机器个。呀，大家马走了说，俺在那来个袋子油，长时间去看不见。呀，来，俺走了，就搞这个。呀，可抢出来了。抢抓不到的。那俺吃不嘛不懂啊，咱抢出那差不多钱嘛是过。呀，那倒要不，俺抢出那就如果发抓不到的，俺这啊，俺东西嘞。还没动，来。呀，咱俩东西好。呀，咱这个是个，咱说。呀，咱俩就这个。哦呀，啥东西？哦呀，啥东西？哦呀，对了。把那个。没等着把这个，那么也不等着去下去。你们这些可爱情吧？现在老样子，很多吓死就，给不大去了。阿嬷，一波来插头啊！呀，来插几桶啊！呀，插桶，一步，别，插桶，插什么多个？有。咱到时候俺2个月。这我来着我。送，我送来送。带他出去。呀，给不？就。诸位。谢。
是啦，开始啦，洗手。啊，辛苦呀，洗手。不错。喂，什么？知道衣服是谁的了？知道悬崖下的衣服是谁的了？他们在牧场等我们。大娃，你的衣服怎么会在悬崖下面？那，这个狗子的清楚就扎黑的那样的了。怎么回事？他说突然有个尸体掉下来，他就跑了。我就说没有僵尸嘛。那他的死因是？我住的是地里的，这把人们打森林的。这怎么有个洋票？啊，小子，那听歌。哎，咋了？现在报警吗？喂，是派出所吗？我要报警。无产物啊，无产物。
他妈这一天，准备做什么？来，咱们点过去。然后你我也去。对吗？不懂。你那得个就，反正都应该就能就这点的。กูเจอเนี่ยบ่让个垃圾的给来的哇对的嘛我记得们都报的下近代没有接近俺这结婚那上面的对吧真的想不多差不少的嘛了的我也有蛮多蛮多的虽然这么知道这是呢，差不多那没别事。他妈是啥子不？咱们是俺想法的，俺是那顶着去。汪队真说过这样的话？是啊，前几天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汪队说要烧了场，他说的时候还把酒罐子给捏扁了，浑身都是杀气。江菜，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这就去找汪队。好好查查他。好的，好的，我们这就去。这样啊，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听说你们去了悬崖，你们应该饿了吧？进屋吃点东西。我们吃过了，你给我来一下。走吧。我给你们倒杯茶。你别客气了，我们不喝茶。你也来坐吧。没事。来，喝茶。不喝了，不喝了。我说了不喝。你不喜欢喝速热茶是吧？没事，我给你倒杯奶茶。你少装蒜。怎么了？你小子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没事，我去拿奶茶。汪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啊，你干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那天我从省里回来，是你们叫我去德基妈妈家做翻译的。说扎巴的事。扎巴。快点，别把我茶冻死。看不是。Vai, vezi pe ce conto, atteamă că acolo, nu pot să没事了，哎！我们这样去德杰妈妈家，给我们做个翻译好吗？
那我先摩托车停那儿。啊，好。哎，王队，你的手怎么了？没事，不小心摔伤的。我先摩托车停。来来，我帮你停。叫我先那包去。我就说嘛，这小子狡猾得很，不使绝招，他是不会说实话了。王队，你在同学聚会上说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你还想狡辩呀？唉，气死我了！本想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已经报警了。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没有杀渣吧？你去跟警察说吧。王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2具尸体呢？这件事跟德基有关系吗？如果跟德基有关系，德基家里办低保户的事情也要放一放了。我看警察到哪了。您好，你们到哪了？快一点，我们有新的线索了。等一下，我杀了巴桑。什么？我杀了巴桑。刚才阿妈的意思是说户口本在德基家是吗？是啊。那你跟德基说一下，让他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来村委会办手续。好，那我就通知一下德姐。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先走了，拜拜。5点минут。5点минут。딱 근데 저래. 미네티나 시내만 니도 없단지. 뭐지? 언니 미쳐가지고 로봇이 달려 저리. 미개당 요 말이야. 미개당 잡아야 잡아야 고조래. 뒤뒤녀도 뒤에 차주래. 딱 근데 저래. 딱 요거 탐시시다 한다. 그래 나 사진 내 카드에서 다른事追着。谁？용말이 언니 치는 니 아무도 주저 근데 저래. 뒤에라 정수미 하고는 언니 내라 보세요 말이. 아무도 주저. 자기한테 주수 줘래. 뒤에 잡고 가면 니가 밤에 하고 말해. 랑 놈이 근데 저래.大人，这个说的没错，刚才没说我给哈公骂的。说没不肯定搜嘞。啥别大呢？没làm sao哈公人。这里库克都一样的嘛，有家伙。没先给同来嘞，得别中间洗不来生不来。
吧？阿姨过去的。水嘛？阿姨过去的。阿姨，阿哥请你过来。对没？太开白是喏，阿哥对你俺先喏了，张我狗生，俺对你小家接了狗的了，马上再我就问个。电话接的，电话找不着。其实那钱数，还是没好么子。太开白是。哎呀，你俺先的盘着，赶紧打脚。你俺公等咱们上下。我想领工资。领工资？你还好意思来找我领工资？家里有事急需用钱。我告诉你，就你们那点钱都不够赔人家损失了，知道吗？就这我都已经赔了不少钱给人家了。啊，我的员工要是都按你们这么干的话，那我这酒店还怎么开呢？没把你们俩开除，已经是给了你们俩天大的面子，知道吗？别烦我，走开走开。那。马上说没月好么做？好么做？真的呀！但你出钱不听这拉不的，我那边上前途民度，我你我连手卡住。你看你那来用这话不是我你来用这话我买的。没一年没我你给三面吧，我你干了一次我来学嘞。你没我来这他。上徐国学，发现扎巴不在了，我有了私信，我和德吉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如果大家知道巴桑死在德吉家，即使和德吉没有关系，也会受到歧视。当务之急就是处理掉巴桑的尸体。从那看拿上考过是的，这考给老大的钱给得到了。村里流传闹僵尸，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僵尸跑到马尼堆就会停下。于是我就将错就错，把扎巴的尸体放到马尼堆那边了。德吉，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们。
旺堆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说他杀了巴桑。Sartori wuzene karse dawa sarso magi amesere ila pokurjejon magi amesere ila pokurjejon ai ai alani Magi hama， 哎呀！山西的嘞，不错，这是那个米酒，青稞酒。你要咋的？我这水桶的。阿拉捏东西。哈拉啥就有什么？全给阿拉水桶噻啊！哼。 有啥嘛？巴桑啦。哦，对，你去当时写一打。对，就给阿妹有脚给，这是妹妹名字。对。啊嘞。哦对，阿拉吃起动。哦。你这马子，你这马子，你这马子，我这个有没人家？你听这店里用嘛的，我你我来说个着。让那里你那个吃给药嘞，我来你说个情况，一年让哎你忙了，那个爸爸俺们在老远是了不？用嘛的，落地给那，让给你吞他都不听这娘屋的。 你从看这里面让给哈苦的，现在米色不是你我来说情况。你打浪上马亲戚拉起来，等那阿妹个拉给参谋说着，等俺你们都我来说着。啥钱呢？俺就我肯定是巧嘞。他肯定巧嘞。让行嘛的。 今年是你拉这两个情况。用啊，是你拉这两个钱。谈的以及阿妹在这打钱着。是啊，阿妹在打钱着。
你说的那什么去？等到开门，这你克拉达买做啥个给个用的？他就女多后面。俺们上下，妈妈中间那去，让给这下才记得，俺们打工记着是了吧？俺蹲在厂里住宿那你们我的学清楚的。但我那中间一百。行吧的，你拉不上老虎。咋说呢？拉不上老了。真的。行吧的。这里不对，这样个。我啥子前辈去中国开书，你俺们的就让给记到这去啊。啥叫给那干中国？看他去中国开书，可能你让个要记到这去啊。瞧，这些人俺要买些嘛的，对，俺们的阿公也要买单的，就是个么个。我也去。我年轻人的是的。咋办了？我不信，这件事真的和汪队无关，都是我做的。乡亲们，很不幸地告诉大家，昨天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尸体是村民巴桑的，马尼堆的尸体是汪堆放上去的，所以没有僵尸。巴桑是死在德吉家的，也就是说，他的死和德吉与汪堆有关。我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刚才我也分别问了2个人事情发生的经过，但是都没有说实话，我也很难帮到他们。场面个现实的。两个地给侵占的，庄南店被侵占的这的。一年落地的金到800块，新界之间，地给给阿巴当接不你，这些新娃个当不了。等嘛了吧，浪花了吹紧中间，可你破不你面干了不了。没人满大把地给阿妹，800才经尾牙个侵不了。一年快缩水买呀吧，咋个才几节地基阿妈的尾牙就不得。一年他们地基给阿爸，女舅妈都把吃人带不了。地基现在差少少的，顶着是买不起不了。
我那个娇娇，女客兔子中不嘞？一年的那卡扎么都被古巴的人抢不嘞？我让阿妈呀，是那个，那他就不跑了。隔壁的第一毛几我听着艰苦的，这不的，巴山头那个军人乡家，第一不能个车子那么着当不嘞？老天呐！这不和第一了，东面个这一吧，中国长面个还好不嘞？第一年个学姐报名，我让他都不等着通军队门都，但是他们没让他照样嘛的，他们连帮俺语。我也一直相信他们没有杀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只是一个驻村干部，能力有限，但是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请大家相信警察会查清楚一切的。警察快到了。拿来，拿来。好像是巴桑的新手机。阿佳，我是高小文，麻烦您来一趟德吉家。哎。你爬上的。我感觉可重了，花朵，巴上花朵，马上了不的，喂，快送。阿佳，阿佳，证据，有证据了。你看这个视频，自己摔死的。可得，那么多看着那个月啊，说西说是。哎呀，这个，你交给俺们给微博名他得到了，刚才毛不交易的。同志。马上见呢，微博名的没现在这多，现在来你应急没急，叫俺们来转了问的。我也去的。就跟俺了，也就跟着做年的吧。我也去那位转。你这么死啊？你这么急？你这么急？我操！你没劲！操什么你！
这叫给家庭把怎么写起来？你也接不了的错。张不现在米一起去你要嘛的，咱们第一起对。我一起做一没结果的呀。这把你也给塞没死了呢，全做一起记着呗。松树呀啦，三罗干的当呀当别拉起这松树呀啦，三罗干的当呀当别拉起这松树呀啦，秋啦就若娘莫扎啦就若。